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0日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新增加286例本土病例，新北市上济有157例，台北市87例，嘛增加一个死亡个案。那袂少病院传出有人胃着病，台北市网甲一间长照机构嘛传出老大人发烧，机构所有人拢已经接受采检。天气真热，用电量一再创新高，原能会伫中昼核准核三厂1号机要搁启动的申请，机组下晡就会开始跑。先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286例本土病例，其中新北市有157例，台北市是87例哦，阁有9个境外病例。另外，今仔日咱国内嘛阁增加一个死亡的病例，是70多岁伫网咖食头路的妇人人。那么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最新的说明。有宣布那个295例的 COVID-19 的确诊，那286例是本土，那9例是境外移入。新北市157例，那在中和有40例，那其实台北市的87例，那万华区有40例，桃园市17例，宜兰县8例，彰化县6例。基隆市5例，高雄市及台中市各2例，新竹、云林各1例。2683为70多岁的女性，那与万华工作，那5月16日匡列为需采检的接触者，但因个案持续的失联，5月17日家属前往探视，发现个案已无生命迹象，经采检于今日确诊。菲律宾有6例，美国、南非及印尼等移入。4月20号到5月19号，就是在原来在这个万华这边高风险区的部分哦，那有停留比较久，但是目前有跑到外县市的这个部分哦，发简讯哦，提醒他，如果说在之后，就是这期间之后有这个发生这个呼吸道的一个的症状啊，或是说腹泻，还有这个嗅味觉的异常的话，那请他联络这个当地的卫生局，然后去就医采检。台湾对5月15开始哦，逐天的本土病例拢有900例。指挥中心早起嘛，甲22个县市召开全国防疫会议，会马上伫各县市来增加采检站，优先来针对捌去过高风险地区的民众来采检。民众若需确定胃着病哦，接到卫生单位的通知，6点钟内底会依照病情的分级送集中检疫所，还是病院。新冠肺炎本土疫情严重，全台湾10个县市小连续传出确诊的个案。早起指挥中心甲各地方政府召开头一届全国防疫会议了后，决定针对各县市重点的区域来增设采检站，要来阻挡疫情。确诊者比较多前往的地区，或是他的病例数在某个地区已经有达到一定的规模，那这个我们会请地方来加速设置采检站。筛检的对象还是你曾经去过高风险地区的民众作为主要，而不是大家拼命的去。指挥中心表示，除了增设重点区域的采检站，未来相关作业的流程定出来了后，确诊的民众若接到卫生单位的通知，6点钟内会以正常分级送去集中检疫所或者是病院。地方政府防疫物资的需求，爱提报指挥中心，通随时拨落。嘛会整合确诊者下县市公共场所活动的行踪，也有处理的流程，互地方政府通好参考。地方政府一律优先互医护人员注疫苗。另外，最近假信息是愈来愈多，危害到防疫政策，民众嘛要较谨慎的，也搁爱查证。那我们现在查证的管道其实有非常多包括 MyGoPen 美玉，还有事实查核中心赖的讯息查证。指挥中心强调讲，民众若要转传信息进前，一定要查核清楚是真是假，唔通散布假信息，若无上当会当罚300万，或者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记者综合报道。有袂少病院拢传出有员工也是医护人员胃着病，台北市和平病院嘛传出讲病院有3个员工头一届采检是阳性的反应，阁有2个病人第2届采检嘛验出阳性。和平病院今仔是先暂停门诊哦。另外，新北市14个国泰病院某一名急诊的医师胃着病，病院对昨暗9点开始急诊就先关起来。好。
和平病院进前收治确诊暗号1272甲1273，因为这两个人有网咖低血管的活动历史，引起病院内底感染的危机。病院内底专门做采检，第一摆采检有3个员工确诊，不过疫调显示，甲因伫病院外口活动有关系。拜二做第2摆的采检，伫8-7病房分别有1个病人阴性转阳性，其他病人是阴性。目前疫调也被发现有病院内底的传播链，不过为了医疗的安全，和平病院为20开始暂停门诊的服务。目前我们所做的疫调显示，本院区并没有院内的传播链。对于这一波的疫情，本院区5月20号起停止门诊服务。进前台北医学大学护理师确诊的4个案例，病院发出新闻稿说明，护理师进前甲朋友见面，尾仔才知影对方的厝内人确诊，所以主动通报，然后进一步来体检了后，当中有4个伫无共病房，阁有手术室的护理师确诊，目前研判毋是院内感染。病院嘛，甲有接触过这4个人的同事，阁有病人，拢总72个人体检而且隔离。另外嘛，扩大采检，甲确诊者共单位的同事，目前结果拢是阴性。病院嘛已经停收住院的民众，手术室会暂停无必要也是无紧急的手术。病院方面嘛建议，无紧急的门诊患者暂时莫来病院。其实他们的这个共同暴露史看起来在5月初哈，所以也都有到这个万华的活动史哈，所以大概初步研判说，应该不是近期的一个感染。新北市汐止国泰综合病院嘛有一个急诊的医生确诊。初步调查有可能是因为接触到确诊的个案，病院嘛对相关的接触者扩大来采检，到20早起9点50为止，报告已经出来89个人，第1摆采检的结果拢是阴性。记者综合报道。毋那病院有人为着病，台北市网甲一间长照机构嘛传出老大人为着社会局是表示有一个时代发烧，所有人嘛拢已经接受采检，有结果会马上来说明。若是有长照机构有群组感染哦，这个老大人是要安怎安排，嘛是一个大问题。新冠肺炎疫情继续小，传出台北网甲一间长照机构有居民确诊，也对所住的老残5楼甲6楼的相关人员斗阵采检。社会局低调回应，居民确实有发烧，不过一切也是等 PCR 结果出来才会对外说明。针对大家所关心的万华区老人安养护机构这个疑似有老人确诊、长辈确诊的这个事情，那目前等待这个 PCR 的最后检验结果。那检验结果出来之后呢，会统一对外说明。有人检举这居民伫发病进前2天，也阁到医厅活动，烦恼会爆发院内感染。捌做过卫福部长照咨询专家，长期研究失智症甲老年疾病医师沈正兰，19暗时伫面册发文，强调过一个传染周期，确诊者依然以中老年较侪，所以其的重点是手术病院甲长照机构，也点出台湾自动封城减少群聚，不过下一步一定要手术病院甲安养中心，这是决胜关键。中华民国防疫学会理事长王金贤也强调，院内感染是造成医疗量能损伤非常大的因素。我们经过了 SARS， 为什么各个医院还有院内感染呢？这个主要就是要怪指挥中心了，因为指挥中心呢，他没有及早宣布万华地区是个疫区嘛。那我们知道我们在诊断病人的时候，我们都是靠着 TOCC 嘛，一个传染病病人跟人家长得没有什么不一样啊。王金贤指出，只要院内发生群组感染，不止病人爱上隔离，就连医护人员拢要离开伊的工作，互台湾医疗量能就安定。长期住伫长照机构的居民，万一爆发群组感染，如何安置也真做难题。记者综合报道。咱帮观众朋友整理今仔日全台湾各地为着病民众的情形，今仔是新增加295例，本土病例就有286例哦。其中台北市有87例，新北市有157例，彰化县有6例，桃园市有17例，高雄市有2例，台中市嘛有2例，基隆市有5例，宜兰县有8例哦。新竹市甲云林县今仔是拢增加1例。目前哦，咱台湾计共是有2825例，本土病例嘛已经有1669例咯，嘛先增加一个死亡的病例。
今仔早起哦，金管会嘛公布讲，伫三级警戒的期间，利用网络银行来转钱，唔免手续费哦，用 ATM 买使来减少2块，希望会使来减少接触。但过来看桃园哦，有一名20多岁酒店的小姐，因为伊有去接触到苗栗一个胃着病个案哦，伊嘛去胃着。目前桃园嘛是真紧张哦，烦恼讲会真做网咖地馆烧毁事件的翻版哦。桃园嘛已经新设4个社区的体检站，随时拢会使增加，上济会使增加到30个体检站。向酒店门口口喷大量消毒水，桃园一名20多岁酒店小姐23叔叔咧，因为接触苗栗第一个个案2011个确诊，引起关注。有民众烦恼，伊正做超级传播者，正做放假地给管事件桃园版。已经匡列50位了，那我们还会进行只要有风险就会纳入匡列，我们会用最高的标准、最严谨的态度、最迅速的方法，让匡列完成。市长郑文灿表示，目前针对这个案，伫桃园已经扣列50人居家隔离，也讲到虽然是双北市政乡，不过桃园确诊案例也小可增加，会用精准疫调对查行踪。另外，为扩大采检量能，也伫桃园中立龙潭杨梅设4个社区体检站，看疫情的发展，上济应增加30个，每一站每工应体检200到300件。筛检的能量，我们最基本可以到达1站200人，最高可以到300人。那这个要采取1922预约，有症状、有接触旅游史，才来筛检。郑文灿表示，有个县市病院也无设体检站，桃园伫去年已经设11间接近病院体检站，即马阁增加到15个体检站，每工量能上悬应有4500人。也呼吁民众防疫期间乖乖踮伫厝内，避免家庭来往。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滚假，政府公部门嘛，接连续传出员工胃着病。除了法院的法警哦，台北地方法院某一名法官的助理嘛确诊，法官嘛互通知爱隔离。台北地方法院嘛扩大考出接触者。审计部嘛有2个司机确诊，2个人是拢无镜头，其中有1个人哦，伊最近嘛去过网咖，目前嘛伫厝的居家隔离。宜兰县政府今仔早起嘛宣布讲，今年的中元节要停办。疫情继续滚假，司法单位自进前出现法警确诊，也有台北地院法官同齐确诊的案例了后，台北地院19出现一名男性法官助理确诊，法官被通知隔离。法院表示，这助理伫民事庭上班，平常时睡厝伫外口。港老站的室友顶礼拜传出症状，已经过体检了后确诊，已经住院治疗。在法院内办公，那减少人流的人员的流动，减少感染。那另外就是还有我们原则上所有的案件都停止开庭，除非有急迫性的案件。那临柜的诉讼辅导或者是公证呢？除了法院沦陷、做大规模消毒以外，审计部有2位司机确诊，2人拢无症状，目前居家隔离当中。审计部表示，其中1人捌伫网咖区停留过，顶礼拜主动体检。呈现有阳性，向部来通报。办公休息的地方是司机室嘛，那他们那个是单独的空间。那这里面有几位司机同仁跟他是同个办公室，那这些同仁我们也马上送去筛检，那筛检的结果是阴性的。审计部强调，台北市卫生局甲部内拢甲2个人密切联络，目前2个人状况真好。部内已经采取上班分流，1/3的人员居家办公，有关维持业务处理的量能。记者综合报道。昨开始，全国进入3级警戒哦。高雄市警察局出动900名的警察，猎无挂喙暗的民众，嘛开出331张的罚单哦。有民众出门倒粪扫无挂喙暗，环保局除了无要收因的粪扫哦，嘛会甲无挂喙暗民众交予卫生局来处罚，上济是会使罚15000块。你怎么没戴口罩？为什么要戴口罩？拢3级警戒啊，也是有真侪民众出门的时阵无挂喙暗，警察问着嘛无要无紧，互看了伫摇头。高雄市警察局19号下晡开始大执法，出动898人厝基查防疫状况。短短一天，单是民众无挂喙暗，就举发331件。也许在巡逻当中呢，沿路都有发现，甚至在一些商圈或者运动场所一些比较有一些聚集的场所呢，我们都有发现有一些人没有戴口罩的。
除了罗林公园店家甲市场等所在发现无挂喙罨的民众，有一寡民众拼粪扫的时阵，因为伫咧徛街附近，就无挂喙罨，即马全部拢爱发。高雄市环保局20号透早派人对粪扫车稽查，马上就查到2件。外出倒垃圾，那唯一指挥中心的规定佩戴口罩。那环保局这边除了拒收垃圾以外，后续也会依传病防治法第37条跟第70条的规定，裁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卫生局表示，无挂喙罨初犯原则上罚3000块，但若是违规重大，嘛会加重处罚。另外有一名直播主19号暗时嘛违规招人食饭，互人检举。卫生局当地调查当中，若确认地点伫高雄，依法会当处6万以上30万以下的罚款。记者陈焕武、柯建俊高雄报道。再来看惠林县第18嘛出现县内头一个本土病例，这60多岁查甫人是互伊阿姊怀着，伊阿姊伫惠林不大4天哦。昨暗县政府嘛公布这阿姊的行踪，也毋过资料真后有淡薄仔颠倒，互民众是真袂放心哦。目前是考出2个人需要居家隔离，有10来个人需要自主健康管理。云林县10号出现头一个本土确诊的个案2149。是在云林县中乡66岁男子，10号下晡，云县府公布这个男子去的所在，表示因为身体状况无好，这期间真少出门。但男子是被因这个案1977所感染，县府却无公布案1977在云林4间所去的所在，互当地民众有所疑虑。听讲有朋友去找拍地啦。啊，这部分你会特别会注意无？是安那？会注意啊。安那讲？咱袂使去传染别人啊，别人嘛袂使传染我们啊。有一点点。怎么说？怎么说？就是怕有确诊啊，那确诊那引起恐慌。对此，云县府卫生局19号暗时积极公布1977在云林县中乡所去的所在，包括13号到15号要去过乡内某一间诊所、和早餐店和便利商店，这2间医疗出现真大落差。新北市的个案哈，我们云林县没有权限去调阅他的足迹哈。那我们也了解到说，乡亲非常的关心这个个案的足迹哈，所以我们透过警政系统还有我们的卫政系统向上反映。卫生局表示，目前按1977在云林阁新增加宽例居家隔离2个人，自主健康管理16个人。中央嘛当咧演议，若确诊的个案在无共县市有去的所在，要安如何快速摕到信息，并且确认公布，并呼吁民众莫恐慌。去过这所在，拢已经做好真严格消毒。记者为你报道。台湾的疫情的团，台北市长郭文地昨呼吁讲，退休假日一个医护人员会使倒来病院斗3天哦。有不少退休的医护人员决定要徛出来，高雄医师行动联盟嘛要找后备的医护人员，帮大家做伙出来挺台湾。本土疫情滚价，全台湾的防疫警戒也有关到第3级，尤其是湘北地区，确诊病例直直冲悬，医疗量能也愈来愈暗道。台北市长郭文哲也招募退休甲离职的医护人员，同齐加入防疫前线。有不少退休的医护人员看到信息了后，也决定要支持。昨天看到这个讯息以后，我觉得他是蛮实际的一个作为，会先做一些实习教学，因为要做感染、隔离、管控。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我们虽然在医院工作了30几年，可是毕竟接触的是不同层面啦。因为我之前是做麻醉，就算是我真的投入去做的话，其实心里还是会有压力啦。虽然已经退休3冬，不过詹小姐也是伫病院兼职，要登到医疗诊所，对伊来讲毋是介生分，会当去接受感染控制专业训练。不过心理压力则是一个大考验。那台北市高雄医师行动联盟也出面征调后备医护人员，发出共道一命、共成共生的口号。我们是希望可以找到有医师、护理师，或者是其他的譬如说公卫啊，然后公卫护理师，然后甚至是其他医师人员，我们都很欢迎。目前为止有36位，然后以护理人员为大宗，主要因为是针对一些离职的医护人员。
研究对象包括医护人力、医疗工卫师、工卫护理师等等专业的医护人员。调集人杨培华表示，主要是针对离职的医护人员，希望因会当先做好准备，随时加入防疫前线。若是启动后备护理人力的资源，都会由高雄市政府第1级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统一调配。记者综合报道。目前的疫情已经对北部拖到中南部，台中市政府嘛协调11间的病院，今仔开始设快筛站哦，一天会使体检2000到3000个人。市政府嘛伫台中火车头设置 AI 消毒区，出入车头的人拢爱消毒。透早就有袂少民众到病院的快筛站排队，新冠肺炎的疫情继续炭烧，中部也几啊天出现新确诊。台中市政府为着抵挡疫情扩散，协调山海屯地区和城中区10间病院，佮有和平区的立山卫生所，计共11大医疗院所，对20日开始为有需求的民众进行快筛。因为整个疫情看起来是由北部往中部扩散的这种现象，所以在整个来讲，我们觉得是中部是首当其冲啊，特别是从彰化也有可能往台中这边扩散哦，所以目前我们就是加紧赶快把这些有可能无意当中接触到的民众，赶快把它筛出来。台中市府表示，目前按算每天会当快筛2000到3000人次，核酸检测1000到1300人次，呼吁甲确诊者有接触，或者是有去过确诊者行踪的人，爱去体检。另外，台中市府也和台中火车站合作，伫落车的出口设一个卡底消毒区，希望会当抵挡病毒。旅客进出台中市的时候呢，有可能鞋底会有沾染到这个病毒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跟台中火车站这边配合来设置一个鞋底消毒水盘。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因为毕竟就是车站这样出来接触蛮多地方的，多一道保护啦。可是我觉得好像效果没那么好，如果要消毒的话，应该是全身消毒会比较好。台中火车站是全国第1个设卡底消毒区的火车站，旅客拢爱配合消毒。不过有民众认为，既然要做，应该就爱做到规身躯的消毒才有效。台中市府表示，下底的消毒是想要补足大家可能无注意的部分，所以来个协商甲高铁、客运等等的大众运输合作，来设下底的消毒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的新营一间新达药厂，早起6点15分火烧，消防局派出上百个消防人员去抢救，目前火已经受到控制，嘛无人受伤。这间药厂大部分拢是做外销，所以对咱国内药品的供应无什么影响。对空中看，真大的厂房几乎拢是阴蓬蓬。台南市新营上市公司森达制药20号上午6点15分，厂房向发生大火，高高的浓烟，在几公里外拢看会到。消防局是调派900名的消防队员前往抢救，好在火势是伫8点35分控制。目前呢，火势已经控制了。那么最危险的化学品呢，已经把它防护起来。那现在里面已经燃烧的一些化学品呢，我们需要一点时间，因为里面温度很高。因为我们公司是，各个厂都有分开的，目前，还没有正式了解。不过受到影响的肯定是我们有 F 厂开始的引起的，从这里开始的，然后延伸到1厂，以及C 厂跟 D 厂。消防局初步了解，起火点是森达的子公司生态合成制药的厂房，总共烧掉4座的厂房。原因有可能是放甲苯的库房大火，并且甲苯有外泄流入去水沟了后引起大火。火势佫延烧到边仔森达制药厂，嘛因为现场是含有化学品，台南市环保局嘛派人监测。我们在8点40的时候，在南76线的时候，所监测到消防室的 PM10 的时候1408.7毫克。那 PM2.5 的时候在679.59点12分的时候 PM10 的时候是剩下463.7毫克，那 PM2.5 剩下210，但是还是偏高。可是可见的时候，现在的是已经慢慢的控制下来。环保局是表示，已经是通知下风厝的新营新港东后壁长底树地区民众爱关闭门窗。另外，2间公司拢保有风险，等待解除封锁了后，就清点损失。而森达制药的生产大楼以及新品的仓库是拢无代志。食药署嘛表示，这药厂主要是生产35种的原料药，85%以上拢外销，袂影响国内药品的供应。记者郑云台报道。
全国防疫提升到第3级的境界，今仔是总统蔡英文就职5周年，蔡总统早起嘛前往国防部视察，来了解国军的防疫准备。有风声讲哦，新北市5个的营区有人发烧，国防部讲这拢是假信息。国防部嘛表示，要伫7月份举办的汉光演习，目前会按照计划来进行。本土疫情相关，全国防疫提升到第3级境界。总统蔡英文特别选伫执政满5周年的5月20日，前往国防部视察，要全面掌握国军各单位、各营区防疫准备状况，甲国军各医疗院所支援体检站甲医疗安置量能。另外，5个宪兵训练中心今日传出营区有600多名300人，有部分官兵发烧，对此国防部严正驳斥。指出是假消息，国军落实防疫作为。另外，7月将登场的汉光演习，敢是受到疫情的影响？国防部副部长刘德平顶日强调，相关科目被取消，不过原本要动员8000名后备战力，会做部分兵力的调整。我们汉光演习该操演的科目、该动员的人数不变，是8000名后备战力就是8000名。不是，这个8000名跟委员说，如果做细节一般来讲就是这8000名。我们在演习的前2周再确认，我们会下达教导令。秉持防疫就是作战的精神，陆军36化学兵群继续伫各地协助消毒作业，防止疫情扩散。官兵伫气温34度的高温之下，前往疫区进行消毒。平常会当看会到长时间挂喙暗的痕迹。疫情当前，国军有关维持战演训任务，陆军。偏防部甲马防部19干部展开实弹射击，偏防部出动战车、各型火炮进行实弹射击。马防部是演练敌军对海部实施定力作战，运用舰敌武器对海空实弹射击反制。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英国的《金融时报》暂时指出，洪都拉斯政府目前是等待美国来倒沙供因提供因疫苗，若是等袂赴就有可能会为着中国疫苗甲台湾断交。外交部早起是表示，洪都拉斯外交部有向咱国解释，外交部嘛是强调讲，咱两国的邦交正稳定，嘛批评中国想要利用疫苗来做政治交换。台湾友邦洪都拉斯最近因为新冠疫苗严重报告传出邦交警讯，进前洪都拉斯透过甲台湾断交的3万多买中国疫苗。洪都拉斯总统叶南德兹11日表示，为摕到疫苗，洪都拉斯可能伫中国设商务办事处，佮已经请求台湾说服美国分享所储存的疫苗。3万多13也捐予洪都拉斯疫苗，转让的声音搁起来。Bueno, muy esperanzados, muy ilusionados realmente por esta puerta de cooperación que nos está abriendo el gobierno salvadoreño y su presidente Nayib Bukele. Agradecido realmente, traemos un 英国媒体《金融时报》19日报道，洪都拉斯内阁协调总长马蒂罗表示，洪都拉斯希望避免破坏甲台湾的长期邦期，不过摕到疫苗比啥物拢重要。洪都拉斯已经接触，佮得到华府承诺提供疫苗。不过，到即马啥物拢无收到，即马肯定会造成外交政策的变化，尤其看到中国帮助因友邦，洪都拉斯人民也开始反思，为什么咱的友邦无要斗相共？因讲是进一步逼台美做出回应。洪都拉斯的外交部已经立刻的向我方来澄清，并且重申台湾跟洪都拉斯2国的邦谊是稳固友好的。对于中国政府可耻的行为，外交部门再度予以严厉的谴责。针对《金融时报》报道，外交部表示，台洪邦交稳固友好，也佮批评中国以疫苗是要进行政治交换。洪都拉斯已经甲辉瑞药厂签署合约，买440万剂疫苗，相信对缓解中国即卖的公卫危机有帮助。另外，美国拜登政府宣布释出的8000万剂疫苗要如何分配？美国国务院表示，未来几礼拜会说明。另外，被问到台洪邦交的部分是无做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暴龙组的6年王公路，因为拍蜡被判刑3年6个月，嘛申请大法官释宪。总统蔡英文伫日担任就职周年特赦王公路，这嘛是蔡英文总统上任以来头一件特赦的案件。真的哦，哎呦，感谢主呢，非常高兴啦哦，真的我已经等很久了哎。
知影这个消息，王公路是真欢喜。第5月初7，大法官的解释是宣告原住民拍拉有部分的法律违反宪法，也毋过毋是全部，所以王公路的刑责无法度处理救济。总统蔡文今仔宣布特赦，总统的发言人表示讲总统是考虑到王公路拍拉，目的是为着伊破病妈妈。大法官嘛认为拍拉算是原住民传统文化的范围，特赦王公路，这嘛显示讲咱政府尊重原住民族的生活文化。天气愈来愈热，用电量嘛个创新高昨个用电量个创5月份的历史纪录。台电是预估今仔嘛是食电真食力的黄灯原能会嘛已经接到核三厂1号机要搁再启动的并联申请，伫中岛嘛已经完成审查咯，下晡机组就会开始放。短短5天，全台湾出现2届大停电，台湾几6天以来供电压力是真大。19号下昼1点58分，尖峰用电量达到3757.4万千瓦，搁一届破5月纪录。台电预估今仔备转容用率是6.61%，继续维持供电食力的黄灯。为着要让核3 1号机较紧加入发电的行列，下早啊台电28点已经甲再启动了后，并联申请送予原能会。那如果顺利的话，预估在今天中午左右可以完成审查作业。如果这并联申请中午通过的话，它下午是马上就可以并联发电了，这样。按照程序逐步基础并联，应该可以对外供电。这届核3 1号机大修了后再启动，无啥顺利。原能会原本已经伫15号登记另改申请，但18号主蒸汽隔离法无通过测试，必须要停机来查收，隔工才排除故障。今仔20号再提起并联的申请，这个过程外界一期原能会为着要配合供电加速来审查，但原能会强调绝对不是安尼。当然，台电公司在回应的时候，回应原能会的视察发现是非常积极的。当然，晚上台电公司也提供一些佐证文件让视察同仁去审查。晚上原能会也是加强去做一些视察的工作了。核3 1号机到底偌紧才会当倒转去供电的行列？那原能会伫中岛完成审查，就要看下昼并联发电了后，现场的操作执行甲相关的测试是毋是有顺利。不过核电机组达到满载是需要较长的时间。进前经济部捌表示，大约要开3天。记者吴家宝台北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以色列甲巴勒斯坦的冲突，嘛已经造成200外人不幸过往。美国总统拜登伫这礼拜嘛已经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通过4界的电话。美国方面是要求以色列伫10天内要结束甲巴勒斯坦的小战。也毋过纳坦雅胡伫电话中是表示讲，伊真感谢美国的关心也毋过伊讲，这要求以色列做袂到，会阁继续战。第二个美国总统拜登通过电话了后，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则告讲，目前对巴勒斯坦的行動，已決定要繼續落去。אני מעריך במיוחד את התמיכה של נשיא ארצות הברית ידידנו ג'ו ביידן בזכות ההגנה העצמית של מדינת ישראל. אני נחוש להמשיך במבצע הזה עד שיושג היעד שלו להחזיר את השקט והביטחון לכם, אזרחי ישראל. 美國總統拜登甲納坦雅胡通電話，要求以色列結束10天來甲巴勒斯坦的衝突。這是兩個人一禮拜來第4面通話。The president conveyed to the prime minister that he expected a significant de-escalation today on the path to a ceasefire. Our focus has not changed. We are working towards a de-escalation. The president has said that he wants to make sure that we end the violence, right? The suffering that we are seeing, Palestinian and the Israeli people. 以巴發生衝突以來，加沙走廊在國際媒體上呈現的是斬破的厝、消失的性命、暗暝轟炸的聲音，甲民眾的驚嚇。根據一位埃及安全消息來源，講雙方原則上已經同意由調解員協調停火，不過內容依然保密。שמענו אזעקת צבע אדום, הייתי בדיוק עם הילדה בשגרה של ארוחת ערב לפני השינה. 美國總統拜登對以色列進一步施加壓力，是因為以巴衝突已經造成200人死亡。一直到19，也就是這邊通話進程，攏佇咧盡量避免這種直接並且公開要求以色列停火場面發生。
美国官员形容拜登团队所采用的是安静、具有影响力的外交手段，包括将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停火声明压落来。这种处理造成伊甲民主党国会议员之间意见开始无同，因为早就有几60位议员希望赶紧停火。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欧盟昨宣布讲，要过来放任旅游限制，有做好2档疫苗来自低风险国家的民众会使入境欧盟的国家哦。目前有7个国家是伫安全的名单顶头，最近会个扩大，因为欧洲的疫情缓和，法国经过半冬的封锁，昨开始电影院、博物馆、咖啡厅等场所又搁重新开放咯。19透早，巴黎在地人甲游客伫都浦江外口排列，9点钟就开门特别入场，看起来真短暂的等待，不过其實經過6個月。Je suis venu à 9h justement d'abord parce que je pensais qu'il y aurait peu de monde, mais en fait il y en a quand même un petit peu. It means a lot. That means, you know, the COVID-19 it start to finish. You know, when it's opening all the museums and all the public areas. 巴黎人为即天开始重新享受热爱的咖啡座、甲博物馆、戏院、电影院、甲店街，拢有限度重新开放。总统马克宏甲总理卡斯特克斯即一天就伫巴黎斗阵饮咖啡。放映的同时，依然有真侪限制，比如博物馆就爱确保每一位入场的人的空间爱有8平方公尺大，宵禁依然伫咧。不过为暗时7点延后到9点，伫大规模自疫苗甲防疫限制之下，欧洲疫情缓和，奥地利29也放零防疫限制，餐厅、戏院、电影院甲运动设施重新开放。不过，爱提出所谓或者是纸本证明家己健康，业者爱确保每一位访客有人应手相当1.8公尺的社交距离。接下来旅游大国对慢慢为疫情当中恢复的欧洲国家来讲有新的机会。欧盟17个会员国19同期对主权2剂疫苗，或者是感染率较低国家旅客开放入境。目前伫安全名单内底有澳洲、以色列、纽西兰、罗安达、新加坡、南韩甲中国，20日也会更新，有个标准会放零。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真侪国家疫情搁继续的拖，后面今仔提出一个提升疫苗产量的计划。另外，伫非洲国家马拉维，卸掉将近2万吨已经过期的 A4 疫苗。中国嘛宣布讲，做出第5种新冠病毒的疫苗，只需要做1吨。欧美各国积极为民众做疫苗，真侪国家也陆续开始解禁。不过，包括台湾在内，依然有真侪国家疫苗采购数量严重不足，所以欧盟向 WHO 提出一项疫苗增产计划，因为这比美国提出的专利豁免更加有帮助。First, trade facilitation and disciplines on export restrictions. Second, expansion of production, including through pledges by vaccine producers and developers. And third, clar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of TRIPS agreement flexibilities relating to compulsory licenses. 东姆布洛夫斯基斯也个指出，疫苗生产甲研发者应该具体承诺，会以生产成本价提供疫苗予弱势开发中的国家。不过，就伫各国拍拼协调疫苗产量的同时，非洲国家马拉维却将约2万吨的 A.G 疫苗烧掉，将一袋一袋 A.G 疫苗等于分发路。这是马拉维伫3月2日为非洲联盟收到的10万吨 A.G 疫苗，其中约8成已经做完。虽然世界卫生组织甲非洲联盟保证疫苗伫7月中进前是安全会当做的。不过，因为有效期限只到4月13，所以防卫领总总理中提出来烧掉。A statement came from WHO which said, no, even if it was expired, we still could use it. But as a country, we had already made a decision that we're not going to use any expired vaccine because literally it is against the policy, our government policy in terms of issues of expired drugs. So it is not just about the AstraZeneca vaccine. 马拉维卫生官员强调，公开烧掉是为了要增加民众对疫苗的信心。另外，中国宣布研发出一种只需要做1吨的新冠疫苗，由中国康希诺生技公司甲解放军医学研究院共同研发的康希诺疫苗，是一种腺病毒载体重组新冠疫苗，也是中国批准的第5种国产新冠疫苗。目前康希诺疫苗已经对上海民众做，
也毋过真侪资源的中国民众也表示出现包括发烧、无力、头痛等副作用。公视新闻邓慧珍编译。代替华人管理处的处长所辖是县政府公告的历史建筑，最近铁路局给做厂商，也毋过整地时边沿防空洞煞互误开，有民众就真烦恼讲古迹嘛会受到破坏，赶紧通报文化局，目前嘛已经先要求厂商停工了。即间伫咧花莲东大门夜市北边的日本式的旧厝，花莲民众一定拢有印象。伊是代替管理处处长的官舍，1930年起的。伫民国93年的时阵，互政府订立做历史建筑。不过，今嘛唔知影啥物人伫遮施工，防空洞的土地拢互伊误开。他们有说明是把那个杂草跟树木就是做清除的动作，那并没有去破坏到古迹。那我也跟他们说，那只要你要在周边施工，请一定要跟文化局做说明。文化局接到报案了后，随派人去调查，初步了解是代替甲这栋历史建筑租予民间的业者卖食的。这个业者想要整理环境，规个甲停翻过，不过煞无通报文化局。目前已经先请业主先停工，那停工以后呢，相关的一些设计书图还有施工的方式，那还有未来就是像施工的材料要完成的工项等等会先送进来，我们去做一些审查。代替表示，处长官舍差不多5000多平方公尺，防空洞嘛是园区内底一个设施。要甲业者讲，任何工程拢爱通知文化局，毕竟是历史建筑，无希望租的人乌白开发。在利用计划里面有提到，也允许，就是说通过的话是做复合式的餐饮还有文创商品的一个销售这一方面是可以的。我们有限制他做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另外，一般的历史建筑若要租人，拢有用火的限制。不过，代替局表示，这间官舍有独立的灶卡，所以核准伫遮用火。不过，这嘛会袂少文书工作者对这间已经91岁的旧厝是感觉真烦恼。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目前是3级警戒所有的5路场所拢会关起来。高雄市长稽早发现讲有卡拉 OK 继续营业，人客嘛拢无挂嘴暗，马上就甲因断水断电。桃园滨顶一间网咖因为嘛是搁继续营业，嘛以传染病防治法来处罚，上济会使罚30万。来到高雄三民区这间卡拉 OK 店，店员看到员警，较摕出嘴暗要挂，另外一名人客嘛是看到员警，搁甲嘴暗挂好。你出来啊，无要挂口罩，你头仔我甲挂起来。不是客人，是客人啦，是客人。转台提升着防疫顶级到第3级，所有的5路场所拢爱关起来，这间店搁偷偷来营业，似乎是直接派人断水断电。发现里面有客人，而且桌上有酒菜。那我们认定他有一个违规的事实，要立即请市府的相关单位予以断水断电。店家讲当时是一群朋友咧开讲，但是警方无要采信，除了断水断电，伊还阁有可能面临上悬30万的罚金。你伫咧桃园嘛有同款的状况。小姐，我们在上面看一下有没有人在上面。全台3级防疫，桃园市为了防止双北外籍的工作者来到这个县市，造成着防疫破口。警察局是专门来稽查，所伫19号暗时，查到滨顶区有一位网咖是偷偷来营业。疑似偷偷营业，40岁无姓业者辩称对外没有开放，都是亲友在把玩。警方表示，业者讲这拢是因的朋友，但是这个讲法无互因接受，而且卫生局依照着传染病防治法来开罚6到30万。记者王刘婷、赵宽、詹淑芬高雄桃园报道。来看东京奥运棒球5强1个资格赛，本地6月10日开始要伫台湾举办，也毋过台湾疫情的拖，边境管制目前确定无要办咯，即嘛要改到墨西哥来去比赛，也毋过台湾敢会去参加咧？上紧下晡会决定。本土病例逐工咧增加，疫情毋知当时才会收煞。毋过照原本的规划，参加5强1资格赛的外国球队，6月7、8就应该到台湾报到。中华职棒棒球协会甲台中市政府达成共识，已经向世界棒垒球总会提出无法度办比赛。棒球协会证实，世界棒垒球总会已经伫咧台湾时间19暗时同意，要甲资格赛改去墨西哥举办。作业时间很短，所以他们也紧急去接触一些有可能接办的国家。11点多有发函给所有要参赛的球队，他们目前锁定的接办国就是墨西哥。
疫情发展了伤紧，台湾无法度办比赛，大家拢料想袂到。球评王文庆表示，咱的选手注疫苗的比例无算悬，球团敢会放因去比赛？回来到台湾也得个隔离。王文庆评估，即届真有可能爱放弃比赛。其实弃赛是一个可能性，毕竟有更多的人身安全的部分要来考量。选手这一趟如果在疫苗没有能够打齐的情况之下出去的话，这个对选手来讲，整个球队也好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世界棒垒球总会决议要甲资格赛改去墨西哥举办，台湾到底敢要参加比赛是抑阁无法度确定。中华职棒已经甲相关的人员召开会议，要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昨昏行政推出较利便的简讯实联制，代替高铁，全台湾每一个车头拢已经装好势咯。客运、捷运、有公车23之前，嘛来甲伊设好。客停车伫26之前，嘛会有实联制的系统。早起伫台北车头，一寡老大人是认为讲操作嘛是有一点仔复杂，会耽误到因坐车的时间哦。虽然有淡薄仔怨叹，也毋过嘛是拢愿意配合。它上面会出现这个解释。然后你等下就直接按发送就可以了。反复乘客就车前先扫 QR code 留告示，高铁台北站进站甲门前拢会安排至少2名工作人员，一方面检查乘客实联制，另外一方面是协助年长者操作手机，因为在高铁进站实联制，只会当用手机扫 QR code。我觉得大家就是要很配合，有些人可能会说，哎，就随便留一个名字就好了。另外，代替实联制，会当用手写留资料，也是扫 QR code。不过，游玩有年纪大的人不管伤麻烦，尤其简讯实联制，若讲无人协助操作，都要用真长的时间。讲逐摆坐车拢惊错过时间，不懂怎么去操作，又要讲很麻烦。像昨天我也去用过，卡住了，要卡了多久？卡了半个小时。为了解决简讯实联制操作问题，相体拢有安排人力帮忙。代替表示，目前全台各站点，包括偏乡无人小站，拢有安排人力协助。另外，列车长也会无定时伫车顶巡检，也毋过强调实联制无法度强制要求，只呼吁民众爱配合。无人站的部分，我们有。现在目前因为防疫期间，我们也有聘雇这个防疫天使之类的，或有派站员，他还是会实行这个。另外，其他大众运输工区，包括国道客运、公路客运、捷运、市区公车，但是实联制有定伫23前建立好。建立车部分也开始建立，也毋过上紧26前，才有法度全部建立完成。实联制这件事情，我们会配合交通部的政策，在5月26之前完成全车队的一个车辆复健。另外，相体评估疫情愈分需求，强调伫无影响平日通勤原则，为2月到6月初8，平日国际列车25列次停驶，假日停驶40列次。观光列车部分全部停驶到6月初8。高铁是为2月开始到6月初10，逐礼拜减班171班次，维持变社运营。捷运的部分只有桃园机场捷运实施离峰时间，直达车无运行第2期措施。记者综合报道。针对本土疫情一直拖，有专家是呼吁讲，咱国内大约有8成拢是轻症的病人，应该要增加防疫旅馆，甲轻重症的患者分开，嘛爱加伫一寡特定区来设快筛站，才袂互基层的诊所，若是有拄到确诊的病人，就必须爱停业。全国各县市防疫警戒升到第3级，未少病院小连续出现医师或者是护理人员确诊，专家呼吁国内轻症的患者都占80%。这个人若交去予医生看，医疗恐惊会记载袂掉，因为安尼现阶段不是扩展医疗的能量，是要提升隔离的能量。轻症的病人基本上他占了80%，这是我们感染病人的主力。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加强版的这个疾病检疫所，或者是防疫旅馆，或者是说我们讲的说方舱医院，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有医师认为讲，基层诊所的医师，逐工拢可能会面对着袂少发烧或者是相关症状的患者，无可能便来拄到一个确诊的患者，医师就要隔离，而且暂停营业。因为安尼应该要有一个下用的快筛机制，伫基层特定的地区设置快筛站或者是 PCR 的采检站，就当量早找出社区传播的指标个案，让基层医师在看诊的过程中，如果有怀疑，就是说这个人个案可能有确诊的可能性，就把他送去
去快筛也好，去做 PCR 采检哈，我觉得这样才能够早期的在我们的社区就把这些隐形传播者也好，或者被确诊的人把他感染者，我们把他找出来。以目前的法规，你如果用喉咙去筛检，万一或者用鼻咽去筛检，万一呢有确诊的，那基层医疗险一个一个关一个，目前已经有10几家被关掉了。所以这个在基层来讲是很大的一个危机，人人自危啊。专家表示，针对国际之间疫苗竞争的能力、社区设置体检站的速度，也有第一线医护人员注疫苗的比例，政府防疫政策的思考应该跟过去无同款，才会当让这波疫情赶紧转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劳动部今仔嘛宣布讲，为了要应应目前民生物资的需求，伫3季界的这段时间工厂若是需要赶工，劳工的加班暂时未受到1日1休假加班工时的限制，也毋过一定要依法来付加班费，还是事后爱补假。伫大卖场内底，泡面、甲饼等等的民生物资是强要卖了。这是双北市宣布防疫警戒升到第3级了后的情形。因应全台湾拢进入第3级的警戒，民生物资的需求野悬。劳动部宣布，相关民生物资的厂商要配合赶工课，会当下用劳基法的规范，无受1日1休甲加班工时的限制。在32条、在40条都有些是因应这些轻症事变的情况，可以有例外加班的规定，包括相关的纸箱、物流还有通路上等等。配合这一次的提升，那有需要有特别的加班，赶快让大家民生需求都可以满足，那可以运用这些特殊的规定。受到疫情的冲击，那大卖场出现侪抢买物件的人，嘛因为生活形态改变，提经济真时行。为去年顶半年开始，网络买物件的需求嘛欠悬。惠文成都工会指出，最近的订单真多，送货根本就送袂了，即马搁放量加班的条件，对体力甲防疫来讲是真大的挑战。而且无应该放量加班的条件，应该要考虑补卡手。前几天的货量还没有消化完的时候，结果昨天的今天又到了，上线12个小时，几乎所有的人都用到了。他每天要接触多少人？所谓的公费疫苗还不纳入我们物流业哦，它不光是一个过劳的不定时炸弹，它难道不是一个染疫的不定时炸弹吗？要告诉工会，或者是让工会知道，要报当地主管机关来做核备或备查，也要在事后给加班费，它是2倍的工资。动用到40条去停止例假的时候，那这一天的工资加倍发给，在7天内还要给劳工1个补休。劳动部提醒头家人应用劳基法相关的规范，若且劳工加班或者是取消休困的时间，该付的加班费或者是该予员工补休困，拢要做甲到。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看，台北市第3点外疫情记者会，市长郭文地是表示，目前退休的医护人员已经有超过1100个人报名要去病院来支援防疫。另外，对今仔日开始，台北市所有未食息的所在，拢要改做保顿区还是外送哦。再来讲到最近的病院传出疫情，有民众就发起一个病院3顿先锋队的计划哦，希望会使来斗相共照顾医护人员的3顿，那么这回来了解。同仁跟我们讲说他没有办法叫 Foodpanda， 没办法叫 Uber Eat， 因为没有人要帮他送，然后他也没有准备餐点，最后是由同仁分一半的便当给他吃。因为这句话，原底伫咧做餐饮顾问的庄大文决定发起病院3顿先锋队计划。伊表示，这个计划希望帮助的唔那是医护人员，也佫有因为疫情生理受到影响的食食店头提供的服务嘛无要收钱。我们这一次分成2个主要计划，第一个是将你可以自己外送的餐厅归类在友善外送餐厅，另外一个部分是餐厅联盟。加入餐厅联盟有几个重要的条件，比如说你自己没有能力外送。那第2个条件是，你必须为我们设计出价格为100块的餐盒。位地图就会使看到青色标志是外送优先餐厅，是愿意家己外送到病院的店头。即阵差不多80几间，黄色标志是目前当咧准备的餐厅联名，是无法度提供外送服务的店头，但是会使提供食物，互愿意出动的民众外送到病院。即阵差不多有101间，目前愿意提供外送服务的民众差不多20几个。庄大文讲，原本10月已经有启动餐厅联名的外送计划，送一寡食食到联合病院、和平院区、甲中兴院区。不过目前反应是无介热烈。
我们有一点像事实查核，我们不断的确认网友们送来的讯息，某某医院没有人愿意外送，那我们去一一跟各个医院的社工科来查证这些事情。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事实上现在双北地区的医院，我们还没有很严重的状况是医师人员是饿着肚子的。中台湾表示，病院的医护人员若是有需要，会使透过地图找到外送优先餐厅，直接订外送。目前餐厅联名的部分，因为病院的需求也无真悬，又搁伫咧准备的阶段。若是病院有需要的时阵，就会来出动。记者郭碧君、陈保罗台北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古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6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华北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